这样哈。因为7点半到9点，1个半小时哈，2个半小时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分享哈。咱好，给各位同学们哈。大家刚刚3个错一项然后错什么一个诸葛亮哈，让大家能够来挖宝基础上的对两边，这个六坛经以及分享的公开，它的法义是非常的奥妙哈。最后教人多一回，休息愉快，先给我好，谢谢哥，谢谢。谢谢目前这边全道之功，坤道之功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请坐下。感恩，谢谢。